我哋繼續嚟頒發咧今年嘅傑出表現獎啊！好，嗱呢個獎咧就表揚2016年咧對樂壇咧真係好有貢獻同埋自己好努力嘅歌手嘅。有好多人話咧樂壇已經唔能夠再掘金啊，但係佢哋都好努力咁做音樂，證明佢哋係非常之專業嘅。咁不如真係揭曉佢哋出嚟。好嗱，排名啊不分先後嘅。2016年度勁歌金曲頒獎典禮傑出表現獎啊！仲有鄭俊弘啊！鄭俊弘出咗演唱會大碟，新碟都派咗4首歌，全部上到流行榜2首咧，仲係3台嘅冠軍歌添。好啦，我哋俾啲歌手咧企翻喺中間先。好，喺台上面咧就有我哋嘅咁多位傑出表現獎嘅得主，恭喜晒你哋，恭喜晒！好，我哋咧頒獎先，恭喜晒 ，thank you。多謝，恭喜晒！不如咁多位講下得獎感受啊！林一彤 ，thank you， 多謝 TVB， 仲有好多謝我身邊嘅團隊，因為冇唱片公司之下可以做到一隻我自己好滿意嘅歌，係我真係要好多謝我身邊嘅人，包括祖藍啦、阿小時師啦、Tony 啦，多謝你哋。難得。鄭俊弘，好多謝 TVB， 多謝星夢娛樂，多謝老闆 Herman。好想多謝我哋做音樂嘅一班嘅團隊。係你哋令到我有咁好嘅歌，多謝老闆幫我揀咁好嘅歌，所以我會繼續努力嘅。Thank you fans。恭喜晒各位得獎嘅歌手，恭喜晒 ，Thank you。係啦，唯獨係何雁詩你唔走得喎，因為你今晚着得太靚啦。同埋原來你今年好，繼續要頒發啦下一首嘅得獎歌。以下呢一位歌手咧，佢有4首嘅候選歌，4首都唔同風格。究竟係邊一首攞呢？一個人的永恆，主唱鄭俊弘，作曲張家誠，作詞楊希，編曲歌曲監製張家誠。恭喜晒你 Thank you， 多謝邦邦。將個台交俾你講你嘅得獎感受。首先好多謝 TVB， 好多謝唱片公司，我老闆 Herman， 好多謝張家誠，好多謝楊希，你哋寫出一首咁浪漫嘅歌俾我，多謝你哋。好多謝一直支持我嘅一班 fans， 好多謝你哋。我會繼續努力，繼續進步嘅。Thank you。恭喜晒，將個台交俾你。Thank you。掌心不管天缺地震，與你無間斷未懼世上裂痕，回頭望望在你嘅心，別明白這個世界太多人，默契又平穩，是你能安撫我內心。生命中的一個能完全接近，你偏似萬有的牽引，在你眼中明白永恆。幾多年餘生，亦都只想你能成為責任。你的吻是我睜開眼最大原因，終於可放心。自問如幻石也可相襯。Thank you，多謝晒。Thank you。